103年第一届三地门乡儿童童玩嘉年华会第一项节目正式开始，掌声鼓励！女郎歌舞，预备！加油！甩出去了！来人小心！来人的小心，注意安全！注意安全！下一棒，慢慢来没有关系，慢慢来没有关系。安全帽戴上才可以出发。安全帽扣好，扣好。领先的是哪里？安全帽。现在好像不是保护小朋友，是保护安全帽。小心小心，加油加油！不一样啊，那小跑车，马德的美丽美丽的小跑车，爱爱的弟妹妹老是发一扫扫，弟妹妹是最可爱，厉害！哎呀，小朋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小朋友安全第一。Ôi, di muna kina, di muna matadalan, pasunod na. 各位家长，请不要冲动。他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受伤？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？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再一次要求大家注意安全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不是亲生的？拉的人一定要看，拉的人慢慢转弯，慢慢转弯。我们传给他们童年的回忆，不是我们的回忆，是小朋友的回忆。加油加油！大会报告，如果小朋友受伤不得分哦，小朋友受伤没有得分，所以请你注意小朋友。小朋友才是重点。体验哈，这是体验，这是体验。最后一名没有闹鬼哦，小朋友快乐最重要，小朋友体验过最重要，不是比赛，不是比赛，这只是体验。有你啊，真的太好了，好，哎，让弟弟小心小心，小朋友，注意，不是比赛哈，好，这是体验哦，慢慢来就好，慢慢来，我们在遵守规矩当中创造了我们的社会制度，我们要遵守规矩，我们要跟人家互相尊重，好不好？这是小朋友玩的愉快最重要，而不是满足我们大人的视觉感受哈，请注意。好，都好了吗？好，这个比赛没有冠军，只是体验哦。还有 ，Hello， 还有一个是谁？哪里的？加油，加油，抓好，他的屁股应该在摩擦了哦。这个才好玩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兄弟还是父子，还是隔壁邻居的，这样才好玩呢。好，有没有小朋友受伤？如果有受伤的话，救护组就在正前方，司令台的正前方。有没有擦伤？没有，确定。